天跟多多聊天的时候，我就想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。他的梦想竟然是结婚的时候要在什么软塘公园办结婚纪念派对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反正那个对话就录下来了嘛。做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我就有想说，人生每一个阶段嘛，那自己有女儿，可能也会想象有一天她会出嫁，去幻想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的心情啦，然后一些祝福跟期许这样。给女儿就是一首情歌的歌，不是啊？当我知道大正写了一首歌给女儿的时候 ，Rock 也有这一天哈。人嘛，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所以他这一次的专辑满满的一种家的概念。你有一天也会讲这句话哈，家和万事兴哈。看谁比较不怕痒。这一支片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啊，就是我跟我女儿的互动，从我们一直期待有她，然后到她终于来到我们身旁，但是接着才是挑战吧。我就发现说，天哪，照顾孩子比我，不管是工作或者说是以前，比方当兵啊、刚入伍都还累太多了。可是累之外的那个快乐也多上很多。卢导的脚本很生活，然后那样的情感也很真实，尤其是今天有小的女儿，然后有高中的女儿，然后再到要结婚的女儿，好像无形中是让我们3个有女儿的爸爸练习一下说，哦，以后嫁女儿是这个情景这样子。他真的好爱开开，对，他好崩溃了，他很爱开开。我女儿都没有这个部分，很妙。你现在想开开吗？就快要结婚，结婚啊，你会看电影吗？你若结婚，你想要安怎的婚礼？要求。啊，今年你想要安怎的婚礼？你想一下。但是我想要，好啊，讲。我想要跟凯凯办结婚的婚礼，啊，跟来我一起水水的，啊，跟来我都要哭啊。啊，你办婚礼的时阵，你爱跟我行入去内底无？你要跟我做伙行吗？袂。袂哦。啊，我行到半路啊，把你交互凯凯安尼吗？对。竹生哥在会把北投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很照顾我的大哥，所以他曾经告诉我说，你以后如果要拍 MV 的话，你真的不要不好意思找我。他讲过这句话，我这次就真的拿来用了，因为他绝对是台湾最顶尖的演员。才刚拍完那个结婚的场景，所以就是看到竹生哥的眼睛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天哪，好温柔哦。刚刚想象一个难过的父亲要把女儿嫁掉，所以我想象全世界的父亲都辛苦。当家长的，你无非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，你希望他平安，那你有希望他是一个善良的人。然后更希望的是，他的这一生、这一辈子都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没有压力、无拘无束，然后拥有完全选择的自由的一个人生。我想要在这一支片里面传达的，就是你曾经是某个人生命里头一个很重要的礼物，然后只是我们有可能忘记了。我希望把这件事情传达给别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让自己活得像当初那个特别的人一样。